3分鐘煮3道菜，你信唔信呢？嗱，我呢部喺我後邊嘅叫做 AI Flash Free， 智能大廚，我叫佢做，佢係適合喺家庭同埋辦公室夫妻二人飲食創業嘅好幫手。咁我而家咧就攞出嚟俾大家睇下。哇！嚟啦，你睇個排骨靚到，哇！鑊氣夠晒，個茄子、豆腐泡啊，冬菇、蘑菇、辣椒，呢個係齋餸嚟嘅。OK， 第3個餸辣，仲有滾緊嘅，呢個係麻婆豆腐。嗱，呢3個餸 WhatsApp 我1604-250-8283，另外 WeChat Stephen Can 0303，我會安排大家嚟到預約試食。